国防部今仔发布，中共出动军机甲无人机，计共20架次飞来台海。中共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最近搁伫东南沿海一江福州的海域来进行实弹射击，正瓦近马祖的海域哦。咱的国军嘛拢有戒备。有外国媒体指出讲，因为川普当选，咱的国军应该有准备要大规模军购。有专家嘛认为，咱的国军主动公开解放军的演训的资讯，应该是为着要争取民众对国防的支持。两岸情势无平静，中国在台海搁一摆展开联合战备警巡。国防部10日发布，查到中共歼12运8顶国型主副战机甲无人机20架出海活动，其中13架超过中线甲延伸线进入咱的北部、中部甲西南空域，也整合共军东部战区最近伫东南沿海即江福州海域展开实弹射击。中共东部战区近期在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州海域划设数个保留区域以及临时限航区，并执行实弹射击演训。中央实弹演习区域，毋但接近马祖外海划定的临时限航区，也是国际海空航线，国军高度警戒。较是外国媒体则报道，国军想要开4800亿对美国进行大规模军购，向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展现台湾自我防卫决心。专家解读，国军透过亚出中共加大交代力头，争取国人的支持。我们国防部在利用这个机会，把它宣布出来啊，告诉我们的国人大众啊，说这个我们的敌情威胁啊，不断的存在跟升高。所以请大家支持国防预算。另外，川普新推过接受驻外的国务卿竞选。纽约时报报道，红下习近平支持台湾的参议员卢比欧，另外众议员瓦尔兹被点名有希望加做国安顾问。伊过去主导后小组负责加速美方对外军售的速度，也包含台湾在内。长期以来都是横平的跟美国的两党交流，也广泛的建立有我的人脉。针对川普新推过，可能有真济优待官员。外交部强调，广泛建立友好的人脉，继续关注川普新政府组成，继续推展台美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